咦，呢樣係乜嘢嚟嘅呢？攞出嚟睇下，好似係一把尺喎。不過又唔似係普通嘅尺，尺中有尺，中間個部分係可以拉出嚟嘅喎。尺嘅背後有好簡單嘅指示，教你點樣使用。就等我示範下啦。例如我想計2乘3，首先將可以伸縮嗰部分嘅刻度1對住唔可以伸縮嗰部分嘅刻度2，然後就可以從讀數中睇出2乘3就會係6，或者2乘3.5就會係7，如此類推。仲可以睇最上同最下方嘅讀數，就係平方數同開方根嘅關係。呢個月曆都有一篇係介紹呢把尺，原來叫計算尺。如果同學想參觀實物呢，可以到我哋學校嘅數學活動室嚟到參觀。